心聲學院其實顧名思義啦，其實我係想聆聽小朋友嘅心聲啦。因為其實自從疫情之後啦，咁就少咗好多面對面嘅溝通，就缺少咗一種聯繫啊。Hello， 大家好，我係心聲學院嘅總教練 K Sir。當初點解令我接觸單車運動？因為其實好細個嘅時候啦，我嘅身體咧其實係比較差嘅，屋企人就想我身體個條件改善翻啦。咁我爹哋啦，佢本身係一個熱愛單車嘅人士嚟嘅，咁佢就令到我學識踩單車之後啦，去改善我身體質素咯。咁之後啦，點解令到我會行咗運動員呢條路呢？咁其實係一個機緣巧合之下啦，咁就報名咗參加比賽。咁從此就中意咗去玩呢個嘅單車嘅運動啦。青年嘅時候啦，咁就甄選成功入到香港隊。咁然之後就一路以嚟咧就參加咗唔少嘅比賽啦。咁去到全職運動員嘅時候咧，都參加過唔少大型比賽，比如話全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呢啲所有嘅比賽。咁亦都好好彩地喺呢啲比賽咧都有個耀眼嘅成績啦。我亦都攞過2次嘅亞運銀牌啦，亦都攞過一個嘅全運會嘅銅牌。咁其實啱啱喺我轉型由運動員去教練嗰陣時咧，其實最困難嘅就係咧要去捉摸啲小朋友嘅心理啦，點樣去疏導佢哋、氹佢哋啊。困難嘅就係點樣同家長解釋緊我而家訓練小朋友嘅時候係想佢哋做到乜嘢嘅效果啊。咁但係目前而家呢一刻咧，咁我遇到最大嘅困難咧係喺揾場地去做教學方面咯。因為喺場地教學上面咧，的而且確玩單車同平衡車，香港真係好少場地去俾我哋做到呢一樣嘢嘅。咁所以目前而家遇到最大嘅阻滯就係呢一樣咯。心聲學院其實顧名思義啦，其實我係想聆聽小朋友嘅心聲啦。因為其實自從疫情之後啦，好多小朋友就係掛住打機啦、睇 iPad 啦、睇啲電子嘅嘢啦，咁就少咗好多面對面嘅溝通，咁就從而令到好多大人同小朋友咧就缺少咗一種聯繫啊。咁我哋就想做到呢一種可以同小朋友聯繫嘅一個效果啦，所以就建立咗心聲學院出嚟咧，想同一啲小朋友去做溝通啊，建立一個好好嘅關係啊，令到佢成長咁樣咯。咁目前而家呢一刻咧，我哋有平衡車同埋單車嘅課程咧，去俾小朋友去做一個興趣又好啦，亦都有做一個競賽嘅。其實除咗係想佢哋學識到平衡車同埋單車嘅技巧之外啦，其實最主要嗰樣嘢，其實想小朋友嘅心態係一個得到好好嘅教導啦，令佢哋好好咁樣去成長。因為好多小朋友嘅就係咩都要屋企人做啊，喐又放棄啊咁樣咧，其實呢一個心態其實係唔係咁好嘅。我哋就想去改變呢個心態啊，咩都要靠自己去做啦。比如話好簡單，推部單車、推部平衡車嘅小朋友要自己去拎啦，頭盔自己去戴啦，咁同埋唔好做每樣嘢都要發脾氣、要放棄咁樣咯。咁其實呢一個心態唔係咁好嘅，我哋想去做一個改變咯。另外啦，咁我其實我都想培育小朋友對於自己一種嘅自律性啦，佢哋嘅獨立性啦，同埋佢哋嘅自主能力嘅。參與競賽其實係想佢哋增強對自己嘅自信心啦，增強佢哋嘅鬥心同埋一啲嘅潛能爆發力咁樣咯。咁另外啦，喺未來心聲學院嘅方向發展啦，都想增加更加多唔同嘅運動項目啦，亦都想招攬更加多現役或者退役嘅香港隊運動員。因為其實唔想埋沒咗運動員佢哋本身自己嗰個運動項目嘅一啲嘅天分啦。咁然之後就想佢哋培育下一代，令到下一代可以得以成長，可以發光發亮。咁因為正我係由一個運動員轉型教練啦，所以我都希望其他運動員都可以幫助我心聲學院，成為我哋心聲學院嘅教練，幫助小朋友去成長，回饋社會。